少年人的负担。第二，各中小的营养午餐免费。第三，生囝补助，第一体3万，第二体5万。不是廖公安啊，我们现在台南市也有5万啊，有没有？有。你生第5个，他给你5万。生5体，去年啊，搁一个补6000尔，生一体6000。少年的，跟你讲，若6000叫我生囝，我无用。今年改1万，合并了后100年到104年，台南市出世的红额啊15500个，105年到109年剩12500个，110年就是去年剩9634个，今年到年底剩无8700个。少年人爱恋爱，无爱结婚，敢结婚唔敢生囝，敢生囝惊饲袂起，所以咱不但爱甲斗生，爱搁甲斗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提出台南市红额仔出世，尿珠仔唔免钱。民进党叫一个唔正经发言讲安啦。政策拢我白讲的，各位乡亲时代，1233，谢谢你。